你以为植牙就是黄金标准，其实有时候它可能是包着糖衣的毒药。我知道这一听起来很震撼，但请你听我说完。我在牙科领域工作超过35年，看过太多案例，明明可以保留自然牙根，却因为不了解真相而选择了植牙，结果几年后问题接连出现，植体松动、骨质流失，甚至需要重新手术。这不是在否定植牙技术本身，植牙在对的病人、对的条件下确实是很好的选择，但问题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：你的身体条件真的适合植牙吗？你知道有些情况下有更安全、更省钱的替代方案吗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跟你分享3个植牙最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因素，以及一个可能帮你保留天然牙根、节省5到10倍费用的替代方案。但如果你现在就关掉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这些重要资讯，等到问题发生时才后悔，那时候一切都太迟了。特别是如果你有糖尿病、睡眠、呼吸中止症，或者你常常晚上磨牙，你更需要听完这支影片，因为这些看似无关的问题，其实都会延重影响植牙的成功率，但很少有人会在植牙前告诉你这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栋房子，它的地基本身就是烂泥巴，你还会在上面盖高楼吗？植牙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的骨质条件、咬合状态、身体发炎指数没有先处理好，植牙就像在沙滩上盖城堡，看起来美好，但随时可能崩塌。别急着做决定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植牙背后那些诊所不会主动说的秘密。请你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健康建议。我也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帮助就打0。现在请留言告诉我你从哪里看到这支影片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也欢迎你留下任何问题，我会尽量回复。另外，如果你有家人正在考虑植牙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做出更聪明的决定。我叫林志明，在台湾执业超过35年，专门做牙齿修复和假牙重建。这些年来，我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病人，从年轻上班族到退休的阿公阿妈，从单纯缺1颗牙到整口重建的复杂案例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很方便，但在牙科自费项目上，病人往往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，一颗植牙动辄6万到10万，对很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。更重要的是，植牙不只是钱的问题，更关系到你未来10年、20年的口腔健康。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病人来找我的时候，已经被建议要拔牙、植牙了，但当我仔细检查后发现，其实牙根还有救，只是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。这让我很感慨，不是植牙不好，而是我们太容易忽略保留这个选项。你知道吗？台湾人爱吃盐酥鸡、手摇饮，加上工作压力大、熬夜、睡眠、品质差，这些生活习惯都会影响口腔健康和骨质状态。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先控制好，植牙的成功率就会大打折扣。今天我要用最直白的方式跟你分析3个植牙最常被忽略的风险因素，一个可以保留牙根的替代方案，一个真实案例，以及最后教你5个关键问题，让你下次看牙医的时候可以问对问题。我不是反对植牙，我是反对滥用植牙和忽略保留的可能性。记住，在影片最后，我会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你一定要记下来，去问你的牙医师。第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就是慢性发炎。
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植牙就像在骨头里面打一根钉子，这根钉子要跟骨头紧密结合，专业术语叫做骨整合。但如果你的骨头本身就在发炎，就像是把钉子打在豆腐上，打在烂泥巴里，你觉得它能撑多久？慢性发炎就像火在闷烧，你平常感觉不到痛，但它却一直在慢慢侵蚀你的骨质，就像房子的地基被白蚁蛀掉，表面看起来没事，但哪天突然就垮了。那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呢？在台湾特别常见的有这几种。第一，糖尿病控制不好，血糖忽高忽低，会让全身都处在发炎状态，骨头愈合能力变差，质体很难稳定。第二，牙周病没治好，牙周病就是牙啃和骨头的慢性感染，如果没有先彻底治疗，植牙之后很容易得质体周围炎，那就跟牙周病一样，骨头会一直流失。第三，睡眠呼吸中止症或长期睡不好，缺氧会让身体发炎指数升高，骨质代谢变差。第四，压力大，免疫力差。现代人工作压力大，常常熬夜加班，身体长期处，在高压状态，骨头的修复能力自然就不好。所以你看，植牙成功与否，不只是看医师技术好不好，更重要的是你的地基稳不稳。如果地基是烂泥巴，再厉害的建筑师也盖不出好房子。好消息是，这些问题都可以控制。如果你有糖尿病，就要先把血糖稳定下来；有牙周病，就要先治疗前进；睡眠品质不好，就要去检查是不是有呼吸中止症。把这些基础打好，不管你要植牙还是做其他治疗，成功率都会提高很多。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常常睡不好，千万不要急着植牙，先把身体的慢性发炎控制好再说。第二个风险是夜间磨牙，专业术语叫 bruxism。你可能会想，磨牙跟植牙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墙上钉一根钉子，然后每天晚上都用力左右摇晃它几千次，你觉得这根钉子能撑多久？磨牙就是这样。自然的牙齿有一层叫做牙周韧带的组织，它就像避震器一样，可以吸收咀嚼的力量。但是植牙没有这一层组织，它是直接跟骨头硬碰硬的连接在一起。所以当你磨牙的时候，那个侧向的力量会100%传到骨头上，就像电钻一样，一直在转你的骨头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磨牙的问题，因为这都发生在睡觉的时候。但你可以注意这些指兆：早上起来觉得脸颊肌肉酸痛，牙齿咬合面磨得很平，或者常常觉得颞颌关节不舒服。如果有这些症状，你很可能就有夜间磨牙。磨牙的原因很多，最常见的是压力大、焦虑或者咬合不正。在台湾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特别容易有这个问题。你白天压抑的压力，晚上就会反映在磨牙上。那磨牙的人就不能植牙了吗？不是不能，但是你要做好准备。首先，你需要做一个夜间咬合板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咬合垫或磨牙垫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戴着，可以保护植牙，不要承受过大的侧向力量。其次，你的牙医师需要仔细评估你的咬合关系，必要的时候要调整咬合，减少侧向的力量。第三，如果磨牙是因为压力造成的，你可能需要学习放松技巧，改善睡眠品质，甚至寻求心理咨商来减压。记住，植牙是钢筋混凝土，硬碰硬。如果你有磨牙问题没处理好，植牙周围的骨头会流失得很快，最后植体就会松动失败。如果你早上起来常常觉得脸颊肌肉酸痛，记得要先检查磨牙问题，再决定要不要植牙。第三个风险也是最根本的差异，植牙没有牙周韧带。你可能会问，牙周韧带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重要？
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你的汽车如果没有避震器会怎样？每次过坑洞，那个震动就会直接传到车身，长期下来零件会坏得很快。运动鞋如果没有气垫呢？跑步的时候，膝盖会承受很大的冲击，久了就会受伤。牙周韧带就是牙齿的天然避震系统，它是一层薄薄的纤维组织，连接在牙根和骨头之间，可以吸收超过90%的咀嚼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天然牙齿可以用一辈子，因为它有这个神奇的缓冲系统。但是植牙没有，植体是钛金属，直接埋在骨头里，完全没有缓冲，所以每次你咬东西，那个力量就像铁锤一样，直接敲在骨头上。短期内可能没问题，但长期累积下来，骨头会慢慢流失，就像马路被重车碾过久了，会出现坑洞一样。这不是说植牙一定会失败，而是说它的生物机制本质上就跟天然牙不同。如果你的牙根还有机会保留，那个牙周韧带的价值是任何人工材料都取代不了的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只要牙根还有救，哪怕只剩一点点，都值得饲主保留。因为你保留的不只是一颗牙，你保留的是整套大自然设计的避震系统。当然，不是每颗牙都能保留。如果牙根已经断裂或者严重感染，没办法处理，那该拔还是要拔。但重点是在拔牙之前，你要先问清楚，这颗牙根真的没救了吗？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保留它？记住这句话，保留牙根就是保留造物主给你的天然避震器。所以下次牙医师建议你拔牙植牙的时候，请一定要问，我的牙根还有机会保留吗？说了这么多风险，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？有的，就是粘注式牙桥，也叫做马里兰牙桥。什么是粘注式牙桥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用2片很薄的金属或陶瓷小翅膀粘在缺牙旁边2颗健康牙齿的内侧，中间连接1颗假牙，来填补缺牙的空间。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挂在墙上的层板，靠2边的固定点支撑，中间悬空放东西。这个方法有7个很大的优点，我一个一个告诉你。第一，最大程度保留牙齿结构。传统的牙桥需要把2边健康的牙齿磨小一圈，牺牲很多好的牙齿组织。但粘注式牙桥只需要稍微处理牙齿内侧的珐琅，至极忽不会伤害到健康的牙齿。第二，费用便宜很多，植牙1颗可能要6到10万，但粘注式牙桥大概只要1到2万，只有植牙的1/5到1/10的价格。对很多家庭来说，这个经济负担小很多。第三，速度快，恢复快，不需要手术，不用等骨头愈合，做完当天就可以恢复美观，马上可以正常社交、工作，不会有肿胀或慢长的恢复期。第四，稳定性好。现代的牙科粘注剂技术已经非常进步，配合适当的牙齿表面处理，粘住效果可以维持很多年。当然，前提是病人要配合定期回诊检查。第五，美观自然，因为金属或陶瓷翅膀是粘在牙齿内侧，从外面完全看不到，特别适合前牙区域。对于需要面对客户的业务人员、老师、物业工作者来说，是很理想的选择。第六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如果旁边的牙根还在，这个方法可以帮你保留牙周韧带。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避震器吗？用粘注式牙桥可以让你继续享有这个天然优势。第七，好诊断，好调整。万一粘着的地方松脱了，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，只需要重新粘回去或者调整咬合就好，不像植牙失败那么麻烦。当然，粘注式牙桥不是万能的，如果你旁边的牙齿本身已经摇晃得很厉害，或者缺牙的范围太长，缺太多颗，这个方法就不适合。你可以这样想，
做完黏柱式牙桥，当天就能自信地笑，不用肿胀，也不用等很久。所以请记下这个问题：我是合作黏柱式牙桥吗？为什么？等一下问你的牙医师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陈美玲47岁，台中的国中老师。半年前，她因为跌倒撞断了右边的侧门牙，牙齿从中间断掉，露出神经，非常疼痛。她去了几家诊所，几乎每个医师都建议她拔掉植牙。美玲很害怕，她怕手术，怕疼痛，也担心费用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每天要站在学生面前上课，如果前牙缺一个洞，或者要等好几个月才能装牙，他会非常尴尬，没有自信。后来他来找我，我仔细检查后发现，虽然牙冠断了，但牙根还有足够的长度，而且周围的骨头和牙啃都很健康。我告诉他，这颗牙根我们可以救。我们的治疗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做根管治疗，清除发炎的神经，然后在牙根里放一根纤维柱来加强结构，再做一个全瓷的牙冠套起来。最关键的是，为了增加稳定性和美观，我用黏柱式牙桥的技术，把这颗修复好的侧门牙跟旁边的正门牙从内侧连接起来，形成一个稳固的结构。结果呢，美玲当天就恢复了美观的笑容，完全不需要请假，第二天就正常上课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保留了牙根和牙周韧带，也节省了大部分的费用。半年后回诊，一切都很稳定。美玲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谢谢你帮我救回这颗牙，我现在笑得很有自信，学生都说我看起来变年轻了。”这就是保留牙根的价值，不只是省钱，更是保住了天然的结构和功能。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有感触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正在犹豫的家人朋友。你可能会好奇，既然有这些风险，也有替代方案，为什么这么多医师还是直接建议植牙呢？我要很诚实地跟你说，这不是哪个医师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。第一，植牙技术已经很成熟、标准化，对医师来说流程清楚、容易掌控。相比之下，评估牙根能不能救、怎么救，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时间。第二，经济因素，植牙的收费比较高，对诊所来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。这不是说医师贪心，而是现实的经营压力。第三，病人的期待。很多人听到植牙觉得很厉害、很先进，反而对传统的保留治疗没有信心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每个病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，没有一种治疗适合所有人，重点是要个人化评估。所以下次你去看牙医的时候，请记住这5个关键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的牙根还有机会保留吗？需要什么条件？这是最重要的问题，一定要先问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要植牙，你会怎么管理我的慢性发炎、牙周病问题？手术前、中、后的计划是什么？第三个问题，我有磨牙的问题吗？如果有，要怎么保护植牙？需要佩戴咬合板吗？咬合需要调整吗？第四个问题，黏柱式牙桥适合我旁边的牙齿状况吗？为什么适合或不适合？第5个问题，可以帮我比较一下保留牙根加黏柱式牙桥、植牙跟传统牙桥这3种方案的费用、风险、恢复期，还有对牙齿组织的保留程度吗？这5个问题会帮助你和医师有更深入的讨论，让你做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决定。记住，治疗方案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只有适不适合你，你的身体条件、经济能力、生活需求都要考虑进去。最后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请在留言区打“守护真牙”这4个字，让我们一起守护大自然，给我们的天然避震系统，珍惜每一颗还能保留的牙根。如果这一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
也请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是那些正在考虑植牙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保重。